师傅，师傅早啊！你回来了？我昨日回来的，你没在。今日出门有点急，你做的荷包没带在身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本来就是个小玩意儿，做的也不好，您没带也是应该的。师傅，您看《论胶珠》了吗？看过了。过几日考弓马骑射，这些你一向做得很好，争口气。知道了，师傅。谢谢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早。怎么，没歇息好？没有啊。还撒谎！你眼底都是一片黑的。你得失心太重，要有度。我昨日夜里在缠那个扳指，因为指圈有点大，我想贴身戴的东西尺寸还是要合适比较好。是我疏忽了，这是我的旧物，理应给你个新的。不，旧的好，因为只要是师傅的东西，一针一线对我来说都很珍贵。差不多到时候了，不要耽误正事。